讲少年若无一摆讲，路边哪有用讲？因为少年的时骹步踏叉，落尾厝内人家支持，互伊搁再点子。这是新竹湖口一间专门卖咸糜的店，店内卖沙白鸡糜，也搁有卤肉饭，生意有够好。头家做兵的时是海陆啊，水几啊堆，退伍了后找无头路，骹步踏叉。该在因某也搁有老母一直家鼓励，互伊为实际慢慢一步一步扛起来。来鱼丸汤。 都不要排。中昼食饭的时间也未到，店内就已经拢是邀甲大肠、过小肠的人客啊！大家拢是为着这碗铺把卤肉饭来的。好吃，卤肉汁很香，蛋黄加了蛋黄之后，那个饭更滑顺。一碗卤肉饭会当互人客历史夜晚，关键当然就伫咧卤肉。头家娘魏素慧的后头厝就是咧做这的，自细汉看到大汉，煎、煮、炒、煎拢无问题。 为着要做好食的卤肉，伊坚持猪肉爱切做条1公分遮大。半青色的两粒卵，两白边仔煎甲赤赤，铺伫咧香公公的卤肉顶面。要食进前，先甲两仁拄破，互青两仁看看流落饭内底，甲肉汤夹做伙，干那好看嘛，真好食。卤肉很香，不油腻。 然后加了蛋黄，很滑嫩，很棒。讲话真笑亏，捌做过水鸡啊，退伍了后，饲鸡啊拄着禽流感，开发客家延长，煞拄着正肉精的风波，一直着大加上饲鸡压力，互伊骹步踏叉，刷落放荡内开酒店，逐项拢来，一直到有一天啉酒赛车出车祸，因某一直揪伫伊的身躯边，才互伊觉醒。家人是很重要的。 一场意外，互伊感受到亲人的重要。一碗咸糜，互伊决定要搁一摆振作起来。食材很新鲜，料很多，然后吃那个汤头很美，很鲜美，真的超棒的。为着互人客食到上好的料理，老五的店拢是现点现煮的，却因为唔甘互人客等伤久，就用电话预约，是要到互一部分的人客不满，伫咧网络顶的破坏因的名声。 本来已经想讲要放弃啊，好佳在第二后生王祖豪拄啊好退伍，唔甘爸爸心血好有气，就转去甲店接落来。那你就煮那一锅，我煮这一锅啊。我给自己的许诺是，我如果要做，我就要做到好了。 要互人客食到上好的料理，王祖豪发挥伊爱食爱做菜的个性，替店的开发真侪新的菜出来。来，请问火山牛，好，来哦。有某甲囝全力的支持，老五慢慢啊，佮开始有过去想免拼的困难，过去所有的挑战甲困难，嘛拢变做伊珍贵的人生经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